如何將 CR2 轉換為 JPEG？ 轉到 EasyZip.com， 然後單擊轉換圖像和導航，將 CR2 轉換為 JPEG。點擊選擇要轉換的 CR2 文件，打開文件選擇器，或將 CR2 文件直接拖放到 EasyZip 中。點擊轉換為 JPEG， 轉換過程將開始，需要一些時間才能完成。點擊預覽按鈕，在瀏覽器中查看轉換後的文件。點擊保存 JPEG 文件按鈕，將轉換後的 JPEG 文件保存到你選擇的目標文件夾。就是這麼簡單，我希望這有幫助。請點擊徽標並訂閱，這對我們來越意義重大。